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收听的这部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今日喜信呢，特别搁对台中来到咱破处，要来访问咱体育所好德美姊妹呢，要咱节目当中，佮甲咱做一个有关伊家己本身伫这场的高老师的这个病痛当中伊的这个心路历程，甲这个领受主真理的救恩的这个历程，要甲咱做一个亲身的这个分享。高太太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是咱已经听到好德美姊妹的这个声音咱边咱有缘有这个高启伟老师高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空中朋友大家好。伫咱录音的现场，有咱真耶稣教会破主教会黄正宏团队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咱今日呢要过来继续来分享，伫空中来开讲，就是要特别来请咱这几位来宾甲咱个继续来分享着高兄弟这个姊妹兄伊的见证，特别也是要来探讨要来分享着特别者伊伫信仰的过程甲伫伊的先生伫这病痛当中伊的感受，跟翁仔某当中迄种人讲生离死别，安那伫迄当中去感受着这种恩典一方面呢也会当来见证着家己的后生查某囝安那伫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主搁较济听较亲身去体会，唯有呢来挖靠着真神来相信着有真理、有圣灵、有神也同在真神的教会，耶稣基督教会才当互咱得享着迄个真安稳迄个平安。首先我要来请问德美姐你本身是倒位的人？我是北港人。你对细汉的时阵，你就是基督徒嘛？我知是前我的阿公就是都已经是咱这基督徒的对啦你伫倒位伫咧聚会？伫北港长老教会。伫这个基督教这个家庭内底你有啥物种的感想讲伫你的历程顶面你是参加有啥物种的宗教活动呢？我会记我的妈妈拢会真细汉的甲阮带去教会参加迄个主日学，所以我感觉真细汉的拢伫教会咧活动。伫主日学的历程的当中一直到你大汉，你敢有搁继续伫这个信仰上伫咧追求？我感觉我的信仰较早嘛是无足深的感受啦，嘛是感觉讲我礼拜日到嘛是自然就是去教会安尼。你伫求学顶面你是读啥物学校？是考迄个长老教会办的台湾神学院。你读啥物系？我读音乐系。我请问德美姐你当时甲姊妹兄来结婚呢？我会记我是一毕业拄好是我的阿嬷参几位的妈妈是较早是有同事的关系，是安尼甲阮牵熟识安尼。伫这当中你甲启伟老师结婚了，拢总几个囡仔？我有2个囡仔。你平常时的这个生活顶面你是有从事啥物种的工作我伫厝有咧教学生。我会记我开始读新学院，然后拢有家教。等于就是这音乐老师啦钢琴的老师你安教了有欢喜无？之前有一阵时间感觉足辛苦诶，因为时间足长诶，拢爱伫这工作上面。是吧？算讲有家庭的工作嘛嘛搁假期，讲起来这嘛是一个长期间的一个工课，这拢是难免的。尤其咱听到你的先生迄位兄，伊得到华特氏夫妇癌这样代志，我是讲对这样代志的时阵是毋是请咱德美姐要会当以一个做太太的这立场看到翁婿得到这种会当讲是不敌之症你当这是这个过程中间，你是会当搁甲咱简单来做一个分享一下。等我知医生甲阮讲伊这是恶性的迄阵阮是听得足艰苦的，因为我知我的先生身体足好的、足勇的看我想嘛袂想到讲伊会去得到这种病，心内感觉足毋甘的然后因为我的先生对我的家庭是足有责任的伊对囡仔对我拢足好的，是足好的翁婿。不过嘛是爱面对现实，因为伊第一遍开刀是感觉讲搁好势好势，不过哪会讲打变讲会腹膜炎，煞变遮尔严重所以他第2遍开刀出来，看了就是讲已经像拢无希望安尼
足歹安尼。迄阵我嘛更毋知的是汉尼啊严重，因为医生拢无来甲阮讲，可能是嘛毋敢讲。嘿，你看像惊阮烦恼啊，应该是死马当活马医啦。算讲讲也无效，所以也无想要解说解济。然后我是问医生讲，医生咱拢死袂退。结果医生甲我讲一句讲，你嘛准讲伊会好起来。所以迄句话吼，大家甲我拍醒。是讲，遮尔啊高的医生根本对我红色根本这病情都无法度掌握啊！我迄阵我现在是讲，我应该毋免去靠人啊，因为靠医生迄个答案是保险的，所以迄阵开始我才会想讲，我要专心靠神，我要专心祈祷，唯一的路啊，这是唯一的路啊。对发病期间当然对90年初都已经小可怪怪啦。当然以这个世间来讲有足侪嘛是有当时会去对着这种病听讲辜振甫因囝，听讲嘛是得着这种病，敢是安尼？伫这个好心癌症病的这院长大夫的表弟啊，是这个辜振甫伊的这个因囝这个关系就对了。所以虽然讲因咧亲戚当中有一个和信医院的病院院长大夫，虽然有这样好的这医生嘛是袂当救到辜振甫因囝，因为这个病是太严重啊，并且呢咱讲这个大夫医生呢，伊嘛是美国杜克医学中心的遐出来讲起来伊这种医疗对这癌症的这医疗来讲，伊是看了足侪这临床啦，甲伊这种医学各方面这种研究甲智慧拢有但是伊嘛是无法度。咱相信讲，真正这辜振甫因囝若是会当好起来，会当开偌济钱，绝对会开落去，因为生命赢过一切嘛。尤其咱来去看到讲齐伟老师，伊这个得了这个病当中，真正是受了真大操练甲痛苦但咱也相信讲，中间病医郑龙斌大夫这医生讲起伊嘛是足名医的我了解讲，立委啊金素梅，甲这个日本的职棒，这个郭泰源先生，伊嘛是有肿瘤嘛，嘛是拢这位足名医的这个医生甲伊开刀的伊嘛是这个换肝的专家，不但是安尼世界各地真侪这医师同仁大家拢知影个这中间的郑良斌医师呢，真正是伫世界各所在尤其东南亚是会当讲是肝胆科的专家联合甲这个求医兄来甲伊开刀。讲起来嘛是拄着好医生啦，但咱知影讲这个过程顶面，大家讲手术16点钟啦。手术的这个过程中间咧手术的时阵，咱特别这你看你的头家高老师入去内面安尼手术这哪久的时间，当初是你伫哩外口的心是安那？当初是医生拢无甲我讲迄个时间，伊甲我讲爱足久诶，过等下是甲排第一刀，叫我7点就爱落去手术房头前等，8点杀入去。结果我就安尼准备，安尼等到，因为我会记得迄天我爸爸妈妈伊的妹妹齐伟妹妹，大家拢到位拢伫外口病房外口陪我做伙等，去看要等看伊会当手术了出来。结果等到下晡6、7点嘛，拢啊无。结果阮爸爸妈妈是为北港起来，所以就一个安尼，就讲无法度搁等，因为隔顿讲爱搁有工课所以就一个已经先离开啊。到尾就剩我惊我的小姑，然后阮两个就伫外口一直等，一直等是安怎等到阴暗10点嘛是拢无消息，搁手术房内底拢无敲电话出来讲是安怎拢一直未打拢无消息。所以等到12点，阮两个拿起考，是安怎会打变安尼？一日未打拢未出来。结果伊等到半暝3点，伊才为手术房出来。迄种煎熬，迄种等待煎熬足艰苦诶。等伊出来，你有个感觉呢？第一遍出来是还好，因为第一遍出来，因为足疼伊爱，毋过伊足像人讲，隔壁亲戚送讲你个心脏遐尔啊拔结拢安尼，毋敢哀足大声，惊共插掉，安尼安尼来安尼。这是第一遍的开刀出来的情形。第二遍开刀出来就较严重，因为第一遍一出来，我是目屎拢要淋出来，因为我看到我身躯规身躯拢是插管，到氧气筒，然后拢昏迷嘛，身躯规个拢是管，迄种看到伊安尼我讲奇怪，那当安尼，那会出来，那会变安尼，所以目屎嘛是一直流毋过直接就送入去加护病房啊。所以当这第一遍手术出来了，差不多胃已经切50%去啊，切一半去啊。这腰笑啦，50%嘛无去啊。脾脏嘛已经只5%，只肠呢剪一半起来，并且小肠大肠也拢去剪掉，等于是腹肚内面差不多我若剪就要空去啊。伫这种当中
面对着这个生命这个威胁啦，甲你所知影讲华特氏夫妇癌发生伫你的身心的这个身上，有可能就生离死别啦。啊，看到伊这样痛苦当中，你对你的身心的这个生命将有可能离开你，甲为着这两个囡仔搁遮细汉的当中，你当时是会感受啥呢？我是无想到伊会离开我，因为我一直做信心讲伊一定爱跟我落来吼。所以我一直甲心机倒，我一直甲心机。因为我迄阵一直想讲，我一定要来挖克星，一定要来救星。所以这龙斌医师吼，甲你讲，你俩做伊会当活落去，迄个感觉就讲，医生已经感觉无望，但你的信心就是讲，你较会当活咧。迄当时吼，我的信心都急出来，因为我个想要挖克医生，拜托医生甲我的身心用同好药啊，用同尽力安尼紧甲救。啊，当初医生甲我讲即句话的时阵，我完全消失迄种。无咩去啊？对，意思讲对医生的医疗来讲吼，你的信心。我信心无啊，我完全拢，我甚至我家己甲讲，我后边医生来，我绝对无要甲问讲我的身心是安怎。我绝对无要甲问讲状况，嘿，我绝对无要甲问啊，我完全要靠祈祷啊。伫你挖课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啥物会当甲咱分享的？你是安怎来挖课主的呢？医生安尼甲我讲吼，我迄阵迄个意念出来，结果是隔当讲，因为迄阵拄啊台东教会有迄个灵恩布道会，所以因就邀请我去祈祷，我一声就答应，因为我感觉我要为我的身心祈祷，因为我无要挖课医生，我要挖课神，所以我就答应要参去教会祈祷。所以我去教会祈祷第一遍是因为我要去看待故意，所以我无完全参加了。第二遍我搁去祈祷，因为我感觉我祈祷，我迄遍吼，我听一个传道的讲道吼，传道是讲一个查人患血肉症哈，结果蒙耶稣的三角就好啊。我讲若蒙三角就会好，我嘛是共款有迄个机会，我嘛要有迄个机会，所以我就一直跪来祈祷。毋过我跪来祈祷，我无法度祈祷，我敢为头到尾一直哭。我毋知我要讲啥物，我敢知一直哭安尼。主要坐在面头前哭安尼就对了。对。结果结束了，团长甲我讲我有信灵，我迄阵嘛毋知啥物是信灵，因为我毋知是啊。毋过我感觉讲奇怪，咱逐个遐尔啊，迄种祝福的眼光吼，兄弟姊妹安尼一直甲我看安尼吼，我想讲安尼信灵的应该是神有咧听我祈祷。我迄种感觉是安尼。这是你第一遍来甲真耶稣教会聚会。对。啊，你之前捌听到真耶稣教会这个圣灵的祈祷无？我知影我的大官吼，较早我知有咧安尼祈祷，毋过我感觉奇怪，拢会祈祷安尼啊吼。敢若甲长老会祈祷无款的嘿，毋过我无去甲参与。7位老师敢捌甲你见证？有一遍是7位的哥哥吧，吼，伊原来变我车祸，啊，我有看到伊参我的公公做伙跪咧安尼祈祷。嘿，所以我是感觉讲奇怪，迄遍互我的感想就是讲，因的祈祷是安尼。毋过我就无个进一步去了解啊。你嘛毋捌来真耶稣教会聚会祈祷咧？结婚了捌一遍去，毋过来就无个。拢袂习惯啦吼。嘿，对。所以若无7位老师吼去拄着这个病痛啊，感觉讲伫这个真绝望当中，我相信讲你嘛真难得讲要来真耶稣教会来向真神来用这种圣灵的祈祷吼。对。当你伫大同教会啊，伫遐一直流目屎祈祷安尼吼啊，你敢有念啥物？我刚知讲爱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安尼祈祷，第一步，过来就无法度啊，我就一直哭啊。算讲太伤心咧吼，上面也是靠主耶稣知影，这算一个感动啦，因为当这是你迄种心情，主耶稣知影，你的感受主耶稣嘛真捌，所以伫迄个当中。你咧祈祷当中，团队嘛拢有咧听你安尼祈祷，所以伊起来了就甲伊讲你得到圣灵。当然你嘛毋知讲安怎得到圣灵。对，我嘛毋知啥物事。一直到啥物时阵，你才感觉讲，这祈祷有影无共款。迄种安尼圣灵祈祷无讲介明显，介明显。是我倒来到破主教会，渐渐安尼一直安尼祈祷，一直出来参囡仔安尼的方式祈祷，我感觉迄种感觉确实是无共款。是。伊咧长时间伫迄个长老教会，伫咧参加主日学啦，还是讲平时去参加主日的聚会，甲咱真耶稣教会这个聚会情况，不管是道理啦，还是讲神的感动，甲祈祷顶面你有啥物种无共款的体验？我体验足深的我感觉较早我伫长老教会我感觉圣经我那像咱的拢
有看毋过就看无，是安怎来拢嘛看袂落，啊看奇怪来拢看无啥有来虾米，啊然后也再看是毋是我无耐心去看安尼，啊结果我感觉我最近吼有信灵了，我感觉我咧看圣经，还是咧听讲道吼，我感觉足容易互我感动诶，真容易明白就对了。特别这你得到圣灵，你来到咱波主教会，啊，你若是讲看到这个先生，也有原来伫咧病痛当中吼，你的迄个信靠对迄个圣灵伫你的身上，祈祷无共款，你有啥物种无共款的感受？因为较早吼，我感觉我祈祷嘛是可能拢是表面上诶吼，袂感觉讲我目睭开者啊，想者安尼尔。知影讲有耶稣啦，嘿对，救主安尼，对嘿，但是要安尼去帮着伊吼。对，我感觉嘿，袂当讲体会着，那像亲跟约伯记讲风闻有神，可是亲眼见神，迄种两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当初是你得到圣灵了，你就真正是对风闻有神一直到千万就看神啊。感觉我那像去望着主耶稣为咱定时的家手。是。啊，当这时齐伟老师有甲你讲，你著爱来咱真耶稣教会来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啊，甲带领这个囡仔来甲教会。当这时你有啥物种的感想？化病进前吼，伊是袂要求讲我一定爱去伊的教会，伊互阮做自由的，我带囡仔去我的长老教会，安尼做礼拜。结果伊化病了后，伊就希望阮是才做伙过来真耶稣教会。啊，因为我得着圣灵，我感觉。这是不是迄种感受是无共款的吼，所以我一出院吼，我就决心讲，互囡仔有一个信仰，嘿是足在吼定入去紧的信仰，所以阮就决定要甲囡仔带来真耶稣教会。啊，你带囡仔来到这个教会吼，伊即马去读册嘛吼，啊，你会当替伊见证无？讲我这两个囡仔吼，啊来到教会，伊有啥物无共款的体验安尼？我的囡仔体验可能话真大，因为即马无伫咧吼，伊定会甲我讲吼，真的是无共款吼。伊讲，较早去长老教会吼，我带伊去长老教会，那感觉拢无啥物特别的经验吼，感觉去啊拢足快乐，啊，都老师讲故事啊，分啥物，啊，伊感觉都足欢喜安尼。啊，结果伊来破主这个教会，感觉伊真是有得到物件，伊圣经内底吼，安尼查课，伊感觉伊有得到物件，有当时圣经内底话对伊嘛是一种足大的帮助。啊，你今日讲有得到圣灵，我是感谢神呢，嘿，因为机会一倒出院了，变我带好破主教会灵营会，所以囡仔原来伫遐参加灵营会，啊，原来闭册祈祷，所以。我的两个囡仔，原来迄当时原来做伙得到圣灵，这足奇妙。我嘛感觉足感谢神嘞。其实喜信伫遮嘛，毋是讲要批评讲搭一间教会，搭一间教会。我相信讲，咱只要相信耶稣，啊来认捌这本圣经，来相信这本圣经来信耶稣。其实伫搭一间教会，其实拢是大家拢足虔诚诶。我相信讲，对于这啊，你较早伫长老教会，你嘛是足虔诚咧敬拜主。啊，总是有当时啊，咱可能无搁较深入去了解圣经内面的这真理，免啊，才会当甲主耶稣基督啊，搁较密切的关系，搁较会当来挖靠神啊，用着这个圣灵来为着家己的信仰，为着神仙，为着咱突破着真侪这个困难，甲一寡操练顺啊，免啊，真正去有着主耶稣的三基，这就无遐简单啊。所以有当时啊，咱讲起来凡事后主要所特别的怜悯啦，特别的这个看顾。我即摆要来请问几位哈，伫当这时吼，你听到太太得圣灵，两个囡仔得圣灵，甲你当这时有点切望讲要将家己的太太啦，两个囝要来带来到主要所的教会，真耶稣教会吼，迄种感动你是感觉安那？因为因说咧迄阵，迄天拄我身体我真无爽快，无法度通参加吼。因转来甲我讲得到圣灵，我迄阵是非常非常欢喜，因为迄个我上大的心愿。我甚至讲迄阵，我搁甲阮太太讲，我今仔日若安尼离开这个世间，我嘛无啥物遗憾啦。因为因拢得到圣灵，就表示讲神拢已经接受因啦。因为恁已经有一个上有能力的人咧甲因照顾啊。所以当迄天因转来甲我讲得到圣灵。我一方面是真感谢神，一方面是感觉讲真奇妙，因为照我个人的认知内面吼，伫咱教会要得到圣灵，并不是遐简单的吼，甚至有人安尼祈祷几十担嘛，拢还得袂到。所以阮太太嘛咧讲讲，哪有遐简单？一直唔相信是真的啦。我家己想了，我就甲伊解释讲，这就是神因为我，因为要互我坚定我的信心。所以
借着这边的机会，互你得到圣灵，吼，安尼伫这边因的得圣灵，互我的一个最实际的意义就是安尼。啊，我想我搁补充一个，就是讲我的囡仔吼，因为伫迄个我住院的期间。啊，人较无人咧照顾，啊，就是讲时段无伫身边，咱的生活嘛变得较无正常。啊，所以伫学校，不管是生活上，还是讲功课上的表现，啊，拢无讲足好诶，无伫我所期待的标准内底。啊，但是伊直到因归入真耶稣教会以后，伫普主教会这个宗教教育这个老师吼，非常非常的优秀。伫因带之下，两个囡仔嘛拢足欢喜去教会。啊！伫教会也得到真大的造就，不管伫生活上、功课上的表现，拢是一天比一天较好。这嘛是我感觉真安慰的所在。啊，我就发现讲，还有一点较特别的，就是讲，这两个囡仔当然若拄着啥物困难的时阵，因拢有想着要祈祷。啊，甚至讲有时阵我若特别艰苦的时阵，因着家己替我祈祷。是。这个我感觉讲，破主教会的宗教教育做较成功的所在。对不对啊？你对这个囡仔得到圣灵，啊来真耶稣教会参加着这个宗教教育，啊来聚会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保惠洗礼吼。伫你家己的改变，甲囡仔的这个改变顶面，你有啥物补充的无？我一直感觉吼，患难吼，正是一种机会啊，化危机为转机啊吼。我想讲奇怪，大家想讲我拄着安尼患难吼，安尼害啊，这个家庭已经是倒去啊，一定无法度搁起来。我的朋友嘛感觉讲。身心病患病啊，遮严重，我的工作嘛停遐尼啊久啊，啊囡仔呢会当变啊哩哩啦啦，因为我无时间搁遐顾囡仔，大家一直想讲啊，要安怎这来拄着安尼吼，我实在想袂到吼，是遐尼啊大的稳定吼，真的是搁互阮安尼一直不管是啥物工课，就是囡仔的功课还是啥物吼，还是其他的身体，我的工作，我感觉拢安尼一直好起来，真的毋是我大家较早想讲啊，这个家庭已经害伊啊。是，所以真正若无主要所祈祷圣灵真理的帮助，互你啊，包括你两个囡仔啊，互主要所安尼吼，伫心中吼，甲因感动吼，充满着这个信心，讲来要赢过这个困难是真难的。咱讲讲也简单啦，因为咱前来读书面，你或者你都毋捌去拄着这个代志，咱教会兄弟姊妹或者嘛毋捌去拄着这种代志吼，你会感觉讲啊，这哪有啥物困难？啊，你厝内面无拄着这个遮大的患难，你根本嘛毋知影讲啥物做烦，啊，要安怎赢过这个患难？啊，尤其啊，一般人嘛比较好奇的，就讲啊，我拢伫一般基督教会咧聚会，尤其是 TVZ 啊吼，你爸爸妈妈拢伫长老会，啊，你妈妈嘛是教会长老咧，啊，你家己本身嘛是台湾新亚医的新亚生嘛吼，啊，你嘛拢负责伫咱这个教会主日学这个负责咧事情嘛吼，伫这个传统吼，拢伫咧长老教会聚会，啊，佮参加这个事奉嘛，拢遮热心啦吼，你安那？有迄个遐尔大的信心甲单纯的心吼，马上就来到咱真耶稣教会啊，来领受啊，这个主耶稣这个完全的这个道理吼，真正去蒙着耶稣，这种的信心嘛，你会当甲咱分享者。我感觉我是为这个圣灵。你敢无人甲你主动？厝内面敢无人主动？无啊？拢无，嘿，互我做大的空间。我得到圣灵以后吼，你会感觉愈逼切啦吼，啊心内愈迄种那像掠着神迄种感觉吼，较早会感觉有啊，我知影有神，毋过那像参我那像无啥物关系安尼。毋过我知影有一位我敬畏的神，你袂感觉伊听偌深偌血嘞？我为齐伟身上吼，遮尔啊济为主吼，伫我的家庭安尼带领，我感觉体会的神，真是真怜悯我，真恩待我，所以一直安尼激励着我。讲到这个时阵，咱真耶稣教会、普主教会的主牧团队、正红团队、黄团队，伫咧带领着 TVZ 啊，因啊甲两个囡仔吼，啊来这个教会当中，啊，你有啥物种较特别的这种这个分享吼，要甲咱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无？感谢主含各几位兄弟吼，伊厝内边的人，啊，教会兄弟姊妹关怀这内面吼，我有一个真感动的这个见证，就是讲普主教会这兄弟姊妹吼，大家拢足关怀。啊，逐遍祈祷的时阵吼，我到落尾我也想讲，这个高几位兄弟吼，袂死，听讲袂死。本来是想讲，这感觉活偌久，到尾我也一直讲，伊袂死，袂死就是讲，逐遍的祈祷，然后
因太太伫边仔记得我所知影就是讲，所会当感受就讲太太是流目屎记。好，这嘛是咱教会兄弟姊妹的家庭。啊，虽然是长老会姊妹，还有两个囡仔咧，是，咱嘛是爱关心。那想讲，即马高兄弟安尼很严重咧吼，啊，若无帮助祈祷互伊活咧吼，哇，这算一个家庭问题。虽然有当时看到敢若有较好，啊，佫有当时佫无较好。啊，但是迄个信心必须生出来，用这个圣经的道理吼，含入内面来讲，一定要靠信，鼓励迄个专家信心啦吼。因为今日拄着这个生命吼的存亡，其实毋是个人伫咧操练，啊，是个人的性格，是全部专家啊，做伙来祈祷，做伙求神的怜悯。咱若真正存着一个单纯的心，放弃着讲啊，咱以前啊，伫这个宗教上的这个观念，愿意一个信靠甲真理的心去查考的，咱相信讲主要所祈祷绝对要互咱。对方文为伊，到亲目睭看到伊，啊嘛要互咱真正去体会到讲，咱的主啊，真正离咱无远啦，就是真正甲咱同在安尼。圣经内面约翰一书内面就咧讲啊，讲咱要哪知影讲有神，神伫咱内面，咱伫伊的内面，毋是甲讲咱用嘴互神的祈祷，而是讲咱对圣经知识上的了解尔，就是领受圣灵。咱就当体会讲，神伫咱内面，啊，咱伫神内面，啊，咱若伫神内面，咱领受这个圣灵，咱就有耶稣基督的爱，啊，嘛有迄个信心来向天顶的真神来祈祷。所以咱有真侪问题，有可能咱感觉袂当解决的，像圣经内面讲，在人袂当，在神凡事拢会，这毋是干一个口号尔。这个有一个真实的地方祈祷，咱基于遐有圣灵，咱弟妹这也有圣灵，两个囡仔有圣灵，专家让有这个真理的圣灵，诚做一个足实在这个瓦壳。咱厝边隔壁大家好，咱听到朋友，真正你伫空中你若听到这种的组织，这种的这个分享你就知影，像马拉基书内面所讲的，咱敬畏神的人做伙咧谈论啊。这是一项神同在，还是神拢伫咧暗语咧听的？你若是用一个敬畏的心伫咧听，咱相信讲神的恩典，嘛要亲像基委兄甲弟妹姐因全家共款来领受主足大的丰盛恩典，感谢安尼。过来就是这个姐妹姊妹吼，对，爸爸妈妈来咱教会，最近我有来，啊，拢有来常常来。咱也希望讲主要所祈祷，也是安尼吼来带领着弟妹姐伊的这个后头主者然后有机会真正就是共款啊，来领受圣灵恩典，来体会讲咱囝婿各位兄咱好查某囝弟妹姐伊所领受所体会，是毋是有共款无共款咱也是希望讲求主要所甲一款继续甲因开路，希望主要所这个实在得救的恩典呢，这个生命恩典，这个互我这个生命永生的道路，当来借着继续这祈祷呢，来带领着因全家来归向着主。咱这样要搁请弟妹姐搁甲咱分享着讲，伫你同赛高老师拄着这样大这个困难，甲你来领受主要所圣灵，甲听着主的真理，你感觉讲面对这个环境内底，这个圣经内面的话，你体会较深的是啥物件？有一遍我安尼看着圣经我看到一个情节我足感动的，我看到然后把屎一直连落来我一直流就对啦。这个圣经一直那像咧描写我的经历不要安尼生出来的信心的迄个过程。因为伫迄个罗马书第5章。罗马书第5章。第1节到第5节。内面安讲？阮就是因为神来称义，就借着阮主耶稣基督甲神和好，阮阁借着伊，因为神入去即马所徛这个恩典中，而且阁欢欢喜喜仰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伫患难中，我嘛是欢欢喜喜，因为知影患难生出忍耐，忍耐生出老练，老练会生出仰望，仰望无抵触甲见效，因为所赐予阮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伫阮的心内。我看到这节圣经节那足感动的安尼。我感觉伫患难中，我哪会想讲要来挖靠神，若无这个患难我可能还阁袂去想着神。所以伫这个患难中，我就想要来挖靠神，因为已经无路啊，我就想要来挖靠神。伫这个患难中，我阁看得出神的作为，伊的大能力伊的行心力，搁伫这个患难中阮生出，我感觉是患难是生出这个信心的功课。所以有当时
泛滥并是讲无好诶。咱看伫泛滥当中吼，像种 TB 姐吼，伊所体验诶就讲，假使咱若是拢真平顺、真平安吼，我相信讲咱球伊兄吼，伊嘛是共款一工过一工吼。那你讲做愿望就是讲做校长，咱 TB 姐也变校长呢嘛咧。这人生的高峰就是啥？会当将咱所愿望这个目标一直去达成。但是咱讲，目标准互你达成啦，真正讲咱球伊兄吼变做这个校长，人像我讲高校长，甚至一直甲咱到最后咱真荣耀来退休，退休要搁创啥？退休敢若讲，就来游水啦，来运动，来爬山，来游世界，还是讲囡仔大汉啊，因下摆也是读博士、硕士，甚至出国去留学，伊嘛是伫人生当中随着老爸的这个脚仔行，摆换做校长，甚至做官员也无一定，甚至做这个企业家，像王永庆同款，嘛无一定的但咱有当想想的，假使若拢真遐平顺，咱有可能就是讲袂去思想着神的话，嘛袂去思想一个外壳，嘛袂去想着讲当咱有一天，咱人不管讲是像咱讲，假使这个病。这个癌症的代志临到咱身上，不管什么人，拢有可能啦，毋是干咱几位兄会去拄着呢？咱拢有可能去拄着这样代志，是讲咱拢无去拄着这样代志，有一天就是爱离开这个世间。若讲生老病死，死是人伫甲行的路，像大卫讲伊这要临终的瞬间，伊后生讲，我伫甲行咱世间人伫甲行的路，这条路是一直要行的。但有真侪人就是一直甲要离开世间就知这个代志，这个时间还临到着我，但是无时间好去准备啊。但咱球伊兄主要说着遮了怜悯，遮了疼爱，也遮着这个病来遮着这个代志来互伊有一个省思的机会。遮这个机会呢，互伊有一个去想着讲这个生命的终局，甲信仰上的这个反省，这当讲是。若去甲想起来嘛是主要所爱，所以伫咱咧讲的当中，咱各位兄就安尼非常的感念着神的恩典。像这个以赛亚书30章20节里面咧讲咱的主咱的神虽然以艰难互咱做饼，以困苦互咱做水啉，你的教师呢却无搁再稳重。你的目睭伫甲看到你的教师，你或者是向倒边行，向正边，你甲听去后壁一个声音啦，迄是神的声音咧甲讲。讲这是正路，咱爱行伫中间，所以艰难甲困苦临到了咱。当这是咱想起来像这个彼得书内面所讲的，有当时真开始袂快活，袂当去理解，敢若真痛苦的代志，敢若像咧金矿伫迄个火中间伫咧烧，但是炼过了后，却为咱生出一个平安的果子。所以伫咱 TB 这拄咧分享的这罗马书第5章内面，也是咧甲讲，咱因为信心得当得到称义，借着咱主要所祈祷当甲神来和好，就是借着这个主要所祈祷保会的这个洗礼，借着伊的真理，借着这个圣灵的恩典，互咱徛伫真耶稣教会这个神迄实在恩典当中，互咱即马呢真正欢喜来仰望这个神的荣耀。即马上欢喜的，就咱球伊兄，今日伊已经完成了伊心中上挂虑的，或者是比伊病痛当中生命结束更加重要一个愿望。所以今日会当靠着主要所怜悯在这病痛当中来信靠主，来领受主的恩典。球伊兄，你即马目前的这个病况怎样？我即马恢复的情形就是讲，剩也有淡薄小可，有时阵会小可会疼。照医生的讲法，就是讲因为我动的这刀伤过大，所以要讲完全恢复甲完全无感觉，迄是较无啥可能。但这个疼对我感觉对我来讲已经无算是疼。其他生活上啥物拢交正常人拢无啥物差别啦。不管是食也好啦，还是讲叮当嘛是共款。但像讲身体较虚弱一撮啦。即摆剩几公斤？即摆恢复到60外，60，60。那即恢复到60，算上标准诶。较早81公斤算上大块啦。所以互咱看出讲，主要所一只互你真正去望着主，真正去对访问有神，去亲目睭，去看着神。咱对世人信主咱人生的目标总是有当时会失去方向但是主要所今日互你恩典是安尼，有一个永生的确定。嘛看到这个太太，甲你的囡仔真正伫各方面真正有更较大恩典伫因的身上，因为因嘛去体会到圣经内面讲，因为所赐互咱的圣灵将神的爱灌伫咱的身上。这圣经就是安尼真写实，无怪讲你当这时你看到的时阵真正是让要流目屎落来一直感动，一直感动。所以经过这个代志咱真正会当去体会主更较侪这个恩典。
当初吼拄啊听到市话吼，拄着种个病吼，遮尔啊严重吼，我感觉我就是迄种会哭吼，迄种哭会感觉讲啊，哪会去拄着种个代志吼？哪会是安怎？哪会是我，是我的翁婿，是安怎是我的家庭会去拄着这？啊，然后拢会哭会感觉足委屈的啊，迄种委屈，哪是安尼是我？啊，然后到即马我感觉我共款嘛是会流目屎落来，不过迄种流目屎，惊较早的流目屎，心境上是无共款。因为即马流目屎，感觉讲啊，是哪会遮疼我，遮尔啊疼我，遮疼我啊！嘿，啊，所以迄种目屎是感觉做喜乐诶，做欢喜诶，因为我感觉主要说是来做稳台湾做人民湾诶，佮互阮即摆诶机会，互我感受讲哇，是咧稳定是来遮尔啊尔大，所以我感觉较早是安怎，咱拢袂晓要去把握着这位精神吼，凡事拢来交托伊。较早是安怎要靠家己遐尔啊辛苦安尼。吼，家拢要用家己想法安尼，安尼做面来去拼安尼好。咁我感觉即马安尼，甲我的重担放互主耶稣，我感觉足轻松，我感觉足欢喜的，足喜乐。不管啥物代志吼，你甲放在基督观顶吼，是拢会引出会开路。所以我足希望讲，大家有机会吼来试看卖，咱这位精神实在是足好诶。来礼拜这位精神实在是足好诶挖坑。咱听到朋友吼，或者你会感觉讲耶稣甲我有啥物关系？吼，或者你会感觉讲圣经甲我有啥物关系？或者你会感觉讲伫咱的这人生的道路顶面吼，咱有感觉讲无必要去了解真济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代志吼。但咱相信讲，这拢是真实在的这个事，为了要互咱伫这个信仰顶面来得到一个真美好这个果效。咱相信一个敬畏神的人，不管讲今日你的宗教是安怎吼，你只足敬畏神的，你足想要追求一个真正确的一个真理的信仰。咱相信是圣经内面所讲的，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得甲要指引你的路。一个敬畏神的人伊也得较有所挖靠，并且伫信仰顶面会当得到一个真美好的果效。尤其是这个圣经诗篇126篇内面，会当互咱做一个真美好的这个参考。遮咧讲。当神将遐个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阵，咱敢像做梦的人共款，几位兄真正亲像做梦的人共款。较早真正呢，互咱这个世界甲伊掳去，向着这个世界伫咧奔跑，按照家己的目标伫咧行，无感觉讲神对咱生命当中这个重要。当拄着这个困难的时阵，最后所带领着伊的全家来挖靠神，所以今日敢像一个梦醒共款。敢像一个真美好的一个结果敢像主要所互咱这个真好的这个美梦共款，所以满嘴喜乐，满志欢呼，并且果然的为咱行了大事，所以咱就真欢喜。咱归回主要所祈祷这个怀抱，今日呢真正就足欢喜的。咱几位兄心中所望的这个太太甲伊囡仔会当来归回主，这种的感受也是伫流目屎当中所压的这个种子，所以带来。的一点对神所予伊真美好这个果效，真正是欢欢喜喜带这个好困倒转来。全家呢，拢伫这主要所在这恩典当中含喜信感觉讲这有够好诶咱听众朋友，你有想要安尼无？来听受主呢这个真美好这个恩典来信靠主。虽然有人生当中有一寡苦难，像这个约翰福音14章内面所讲的恁伫这个世间上有苦难，但是主要所祈祷内面有平安。主要所示的这个平安，毋是像世间人所示的，那是主要所祈祷伊这个福音的恩典伊的真理，伊的圣灵伫咱的当中，互咱有一个实在望着伊的这种正义甲平安。所以即马咱会当看出讲，几位兄因全家真正实在是望着主真大恩典甲祝福。咱相信今日的这个组织今日这个分享也要领到着咱亲爱听众朋友只要咱有迄个信心甲单纯的心来挖靠主。看到你最后有啥物要甲咱补充的无？感谢主伫这个见证中间一直体会讲这个爱的力量。第一就是对神来方面的爱互咱会通好安尼知影讲神的救恩的奇妙。过来就是讲伫熟悉因中间甲带领的中间会感受到讲夫妻的这个爱，太太的这个爱较深影，互伊得到这个真大的帮助甲快乐，互伊当继续安尼坚强起来。过来就是教会兄弟姊妹的这个爱，互这个家庭会当安尼搁再一遍起来。这个家庭真正要有这个神的恩典无真正是真艰难。
即马真正是亲像德美姊妹所见证吼，即马祈祷流目屎实在是欢喜。所以咱听众朋友吼，你若是还可以流目屎吼，你莫流迄个冤枉目屎，爱流就一个欢喜的目屎。耶稣基督就是要互咱一个欢喜的目屎，要互咱伫这个生命当中有一个倚靠、感激、感念保罗神迄种目屎，这甲一般的目屎无共款吼，迄是充满着神的爱，充满着神的恩典，是足满足的。最后要来邀请咱亲爱听众朋友吼，伫空中甲咱都来向天顶真心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亲爱主永在爸救主耶稣基督，我要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慈悲怜悯的救主，道行奇事的神。阮知影万事拢是互相效力的，是要互谦卑追求你的人来得到益处。你的旨意总是美好，你的救恩极其奇妙。阮真心会领悟、测验、亲身的体验了后，才知影明白神你所做一切事实在是太奇妙了，拢是充满着神的恩典甲权能、保守、体验甲看顾的周全。有当时阮的日常生活当中，阮拢是一天一天真无用伫咧过日子，毋知要来认捌真理来为主耶稣来活，毋知用当来查考真理，来遵行这个得救的门路，甲主同行，毋知讲全备真理才是独永生的道路。阮将来也无拍开心门，谦卑来敬畏、认捌、来求告主你，来体验救主耶稣基督要赏赐阮宝贵圣灵甲阮同在，来印证你伫阮内面，阮也伫你内面。你要听阮的祈求，要来解决阮家庭种种的难题，要来赏赐有功效赦罪的宝血，互阮有愿望，互阮的身体甲灵魂拢通得到救恩。主啊！当你的恩、你的爱充满着阮的时阵，阮就要努力打拼来为你做工，来勇敢来见证分享主耶稣基督你奇妙救恩，互真神救人的旨意成全伫这个地面上，来救更较侪人来领受主你丰盛的救恩，荣耀救主耶稣基督你的性命。主啊，阮今日听到真耶稣教会宝珠教会靠德美老师对于这伫咱节目中以亲自勇敢见证分享。阮知影讲，夫妇是一体，有爱才有体贴，才有怜悯，才有面对着家己的先生。高基宇老师得到华特式服务爱，迄种一清下得着病才死的人，才会当得到肉体生命存活的机会，来照顾伊，来爱伊所爱的人，伫你的面头前来探求祈求，才会当靠主你来面对着现实。靠主你所赏赐的信心来度过难关，来体验你原来离阮是真啊近。有主你亲自怜悯引导，互伊、互弟妹姐甲伊的后生查某囝，也拢来到真耶稣教会，来领受主耶稣基督你的真理的道得叫福音，来亲身体验对方文有这个真的信仰，到亲目睭，并且亲身来体验这个真的信仰，互因的全家对黑白人生变成做生活伫神的看顾，有恩典同在，彩色人生。求主耶稣基督你继续带领阮亲爱的乡亲好朋友，听到这个美好见证了后，就毋通张图，勇敢亲像伫你这个共款，赶紧来到真耶稣教会来查考，来体验你的存在，甲肉体灵魂的救恩。阮也将这一切恩典、上赞、荣耀、救恩呢，也拢归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咱因为时间的关系，甲咱TV姐甲基伟兄就分享到这个所在。咱以后若有机会，咱大家甲做伙，佮继续来分享主更较侪恩典，咱大家平安，平安，大家平安。